请问一个人穿裤吼拖拉链，若是拖无好势，会讲伊的石门水库无关。请问这句话是对什么人来的？恁敢知 ？A. 故宫原地健康教育 ；B. 选美小姐的基地问答 ；C. 诸葛亮咧讲笑亏。好，你有40秒时间。哇，石门水库咧！好，你的石门水库。尴尬是 C 啦。系啊，的确是 C 啦。你是哦感觉是 C 哦，其他唔知呢。敢有可能？阿瑶，你讲什么？我咧想讲，敢会是 B。啊，为什么啊我讲的啊因为选美小姐拢爱较礼地安尼，所以袂使直接讲你拖啊无拖，啊其实拖拉链无。哦，敢若有道理啊，伊就讲呢。拉链无拖就好啊。你讲你感觉呢？我家己感觉吼，好，你若要互我来决定吼，我会想要跋看咪跋 A 啦。因为取光原地，大家想拢想无可能取光原地，啊，毋过是毋是伊就是答案，我毋知。哦，心理症。心理症，你的决定是？我想要跋 A 哦。好，听哦，好，惊惊袂着顶。你的答案是相信。我无确定。积累。我的答案是 A。哦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基工原地健康教育对唔对？来，机会来啊！来，若是8000块加你就1万啊！我这按算法，嘿，我算法。来，正经我伫网络观点有看一篇文章，我就讲答案是 B。选美的小姐，因为迄当阵咧，就是在问答对无？咱问讲啊，怎么伊就讲啊，伊毋知影讲啊。水库放尿的所在嘛，有一个膀胱嘛，对无？膀胱啊，水库安尼石门水库。是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B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选美小姐基地问答，安尼对唔对？绕开。这是真正选美比赛内底是50年代，啊50年代迄当阵咱的石门水库拄落成无偌久，因为伊是1964年，而且是咱东亚远东遮上大的水库，啊，佮是一个桃园的迄个桃公陵的迄个水库吼，啊，迄个小姐伊要选了歹势啊，人佮甲调工问这个问题，所以伊感觉爱讲另外一个意见，所以就讲你的石门水库无关，毋过后来迄个小姐无着顶，哎呦，啊，即马走去倒啊，无人知影，吼，啊，毋过伊的话就流传落来，安尼才讲是。